受到丹纳斯风台的影响，台南市真侪路树拢被吹倒。不过，为伫个水沟社这丛100年的左树，却一点仔无受影响，只有边仔一寡红枫树被扫甲真严重。明德里社区发展协会伫个理事长陈瑞华的带领，透过社区营造计划，日前嘛成立志工队，伫个风台过后进行左仔树周边的清理。7月8号已经开了第一场的一个百年枣树的故事，就是我们邀请到前里长张英来跟我们说这个百年枣树的一个由来，它的文化历史背景这样子。我觉得在第一堂课我们就上了很珍贵、很难得一堂课程。他有说这棵柏树其实今年就是100岁了。100岁，我觉得100岁是很不简单，一棵树可以到100岁。所以今年在这个计划里头，我觉得把这个枣树，这个百年枣树衍生为社区，应该它要永续的去经营、去传承。那这个枣树具有非常非常好、非常不同的意义在，就像这个社区，它可以长长久久、永续的一个发展。明德里结合100年的左树，推动社区营造找到幸福的系列。15号还佫邀请到嘉义大学农林系硕士，同时嘛是美国 ISA 国际认证的树艺师卢新宏，到社区来讲解100年左树的生长习性，佮个生态的维护。很多的过度开发也造就了很多的树木，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，并没有去考虑到很多的相关因素，比如说树木的排水、树木的它的一个基盘、它的空间、它的植穴、它的土壤，这一些土壤的一个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比如说我们这一棵的一个老树，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植穴，只不过因为旁边做了一些花台，那导致它的一个排水可能跟原先在早期40-50年前，甚至更久之前，它是一个空旷的地方，它所的一个环境是不一样的。但是现在目前很多的地方的树木并没有相关这样子的条件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呼吁所有的一些植树爱好者，或是说这些公部门，一定要重视这些树木的一个，第一个是树木的品质，第二个是树木的植穴的一个环境够不够大，能不能让它有足够长远的生长的计划。现场除了吸引未少的社区民众到场，包括议员林美燕以及服务处的发言人叶汉勋嘛拢到场来关心。明德理事长陈瑞华表示，该计划对7月份起就陆续推动守护左树环境的生态。另外8-9月份，还有绿色共享、甲个环境教育、世代共学等议题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